咁第二嗰幾句我痴痴的愛上了容祖兒公主。我願意愛護容祖兒公主一生一世，甚至用上婚姻嘅承諾。婚姻承諾。所以我好想喺佢嘅演唱會上示愛同求婚。想喺佢嘅演唱會上面，喺佢嘅忠心 fans、即忠心粉絲同埋支持我愛容祖兒嘅人面前，面對容祖兒示愛同求婚。當然如果有機會順便玩埋呢個求婚典文。所以如果支持嘅就請寄信或者電郵到英皇集團，我自己電郵咗一封到英皇集團，懇請支持，支持嘅就多謝。今晚仍然要生存落去，起碼都要攞綜援啦，攞綜援都起碼唔使死啊，係咪先？所以係咯，咁我遲早都會揾工做，我會揾份工作，盡量都會可以又喺呢一度做公安宣告嘅，喺呢段時間度。